总预算案在好期间，即卖已经互人好决。国家人权委员会是表示讲，因的预算呢是互人抬96%外，这是严重影响到人权工作的推行。今年度针对这弱势族群的计划也对咧停办，因是讲会透过监察院做伙提出释宪，照庭事来争取权益。高达96.93%的预算全部都被删减。提出手办说明，讲国家人权委员会的预算，互人体检要97%，会直接对人权议题研究、调查人权侵害等业务造成影响。国家人权委员会建议，今年度针对心理社会障碍者、家属移工、校园暴力这块弱势族群的计划，拢需要停办。114年多项的跟民间团体共同关切的这个工作计划必须停办。包括心理社会障碍者工作就业的工作权的监督计划，促进家事移工劳动权的计划，校园师对生暴力处理的机制的计划。因为我们没有参加联合国的关系，我们已经落后世界潮流有数十年了。那现在正是一个关键的时候，应该要更积极的向前。国家人权委员会的预算，互人大幅度抬减，也引起国际组织亚太地区国家人权机构论坛 APF 大部关注，呼吁爱确保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财政独立性。记者会现场也有民间团体讲，呼吁推动人权议题的工作，脚步唔通停落来。呼吁的对象就是立法院，第一个要尽速的提出补救措施，要确保国家人权委员会能够有效的运作，而且要维持独立性。政府提供的这个经费一定要足够，才能够让所有的工作一直持续的推展，维持人权工作。不管是任何一个党，都不要影响我们的独立工作。针对预算和立法院大幅度抬减，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，未就会透过监察院做伙提出释宪，希望透过合法的程序，确保人权工作继续推展。记者王兴忠台北报道。